真正府院当上了大屋里看见子这地的用白，这地手亮神经的眼花，他用白身上拉里邋遢的样子，深深的印了领儿子。的确，两小奴有点吃惊艰难，终在38，露露一并身亡。我看终在个有望亲这个最嘛对两个小奴娘的，是不真正心痛啊？你想这地为他提出来，哪来做你个妈妈？这地么是讲我不可为永白是自家的亲闺女，但是真正想，我现在也没办法让到特里可无害啊！真正心事重重，吃不落困不着，虽是困着子，还是楼梦颠倒。这个一天，外头的雨落至一夜天，真正自家不知不觉醉进至一个奇怪的梦里，好像来到这自家杨三路的医院里。一个猴子睡过来，睡里像个小毛病，忙成真正睡里像医生。天刚浪向我的啪啪，说太太雨哪来？真正侬儿子白在水中，觉着里个人那冰冰硬，自家的水飞飞淌呀。但是个小路半浪别听一动不动，好像是死特着。真正，哎呀，这个啦，再把人家看出来嘛，拼命侬自家身体捉么子儿子，可是可得嘞，侬儿子越爬越近，越爬越近。真那个当开，都是门嘎嘚儿一开嘛，总在这个王屋里去个追马打到里向。子上，学完学习呀，你晓得没拿啊？扎枪过来嘛，楼子里就么预备要多特里。不晓得个小毛病，等了笼子里向两只手脚拼命的挣扎，水里向老姐姐，救命！救命！拥抱！哇啦一声孩子出来，梦醒了，眼睛微微间张开对外水一看呢，天亮了，雨也停着。真正眼睛门前出现子，这的导致儿子吃穿豆腐的搿种样子。搿两个小囡虽然吃惊不吓，但是相依为命，十分也吓。搿么侬哪会做这样一个不吉利的梦呢？不对，越想越不对，不吉利呀！心里有一种克制不住的欲望，也去看看儿子。所以索性起来了，收拾以后妻子的点心，一看辰光。离上班为早，所以急匆匆忙从大屋里而来。今这个大屋里很不平静，来来往往人很多，而是一种马路上经过在龙堂口嘛，这里向老张，龙堂里向的人呢，三三两两立那个门口头，还让东张西望看，三个要发生啥个新闻这个。突然之间，哎，有个人喊起来的，哎呦，来。哎呦，作孽啊！哎呀，可惜，实在可惜啊！奇怪，这样子，大屋里这是啥个事体啦？你都少几个可惜，少人作孽，啥个么子出来了？真正激动这两只眼睛盯拉着里向那看，到底出来的是啥么子啦？里向来的两个五黑人等的人，肩胛上向那刚子一口小棺材。一路忙进龙堂口上追过来，跟了过在背后头谁是个追马？跟你一鼻孔的玩肉，搿只水脑子一把捕手的左汤也用的，这嘴巴围上一动一动，好像是刚正吃口子这饭，唯有看了嘴里向不咽下去的嘞。搿只水嘴头让他听话子，虽然今朝悲伤事，但是辣里面孔浪向呢，根本看不出一点点悲伤。神全是凶辣辣，跟了棺材背后头，几杆着龙。快点啊！15子咋会干没了？一个小棺材一没分量的，咋了？干饭没吃饱啊？好说，搓个包呢？真正看到这个一幕心境，出来是一看小棺材，跟这个追马嘛，人啊也推脱着。人毛真向头浪向一盖，家里我是我的嘞，这个心
爸，谁个喉咙快要跳出来这个，一身老虎啊！耐心的，我说你呀里做个梦是真的，我个儿子是出事体的，非是有的哪会跟这个追马呢？一人一口下不谁，两个下公记上对。清上古山的到底啥人？哎呀，一看么来不及走啊！他们匆匆叫我下西门，啥事有去不能追。进大屋里，显得你都几时讲？打至门口嘛，妖精把门，开门，开门！哦，来了来了，里向啥人？作家个老佣人张嘛。听见有人碰门碰得这样，就没妖精过来，我门一开门，哦哟，你小子也是懂啊！小女哪能啦？小女哪能啊？晓得门用把个，侬们小囡啊？哪能啦？侬不要急啊，永宝今朝好点嘞。总算松子口气，儿子分析，但是看你了啥毛病？非洲你哪会讲好点着呢？哪能啦？棺材里是啥人啊？棺材里啊？是呀。唉，棺材里么是早地没了呀。早地？是个呀。前2年天我看见你蛮哈了海吧？哪能会个啦？哪能会？讲出来心里也难过。搿小囡侬可是有2日天会活蹦乱跳。是呀。发后日是呀。发子3日天后日嘛，我打周妈讲个，我讲这个小囡发后日发子后日不退，侬要带伊去看个。伊讲不要紧，小囡嘛发2日后日嘛，多吃点开水才会好个。
后头晓得不来三里呀，医生来一看嘛，心红日呀。永宝呢？早点没去了，永宝得一困了一张床了嘛，顾啥子呀？你人在啥地方啦？侬带我去看医呀！你哪里想？你哪里想？去呀去！侬跟我来啊，跟我来。一路都真正往这里向打进去，心里想拉你说：“阿弥陀佛，哎哟，菩萨保佑！”咋地嘛？搿个两个仙奴被那个追骂虐待，我就看了那没办法。现在抓地么死者，啥永不一个字。大三再没跟我说啥，搿永不下来哪办？那么哈子，一个亲生娘来着，做下去子。一路领过来，该到的老师个是他可没忙是蛮破的。搿天真里向为搭子只板，光师傅大黑。该到后课堂，好墙边上摆好一张床。本来家里的永伯两个人困，现在嘛只有永伯一个子孤零零的困了搿张床了。真想。我不能跟伢儿子像三弟一样，所以眼睛到外头去请医生。哎，医生再来看，一针断下来了，7针是新红药。那么眼睛开药，大里讲，拿这子我找房子去买药，等眼睛药没吃下去，都吃开水，净换衣裳，觉得热度太脱了，就不是气质。真正的医生送出去。带附近的药房配置药，顺道便在药房里向只要打至少地下的上班的地方，亲自半日天讲，回到大屋里一看嘛，儿子老翻身心症，带子被开水让你晾一晾，电缸里向带点药水，努力人扶持起来。永宝，阿拉吃药药来，好吧？那么现在永伯呢？搿仙奴是做人呀。后日是发得笨笨急，只顾这个头里向长是长得来不得了，但是好像自家的人不来一点逼迫拖起来着，有人到自家来讲着，哎，搿点声音还听得来，小眼睛慢慢地张开了一口，眼睛们这个人好像我看见过的，但是因为热头发得个晒得那个人有点好不离的。小奴会得问一声：“侬是啥人呀？”我想讲一声，我是你妈妈。但是妈妈搿两个字从真正嘴里向读出来，非常的艰难，还是讲一个厚厚的身份吧。永宝，我是侬真正阿姨。听见真正阿姨四个字，但是永伯眼睛马上会得长得来得个大。仔细对里一看嘛，哎呀，够手啊！谁是个日子弄大里，我看见搿个真正阿姨，心里向是开心啊！哎呀，来豆瓜，一定拿搿点药水咚咚全部吃光，再吃只半杯白开水，枕头浪向重新缓下来。永宝真乖，阿姨欢喜侬。啥？这是个仙女上头的，拿你真这个逼波浪一把抓来，两只小眼睛盯在这里了吗？侬不是阿姨，侬是我妈妈。听得来我妈会说起来了。叔叔，你不认得我啊？哪叫我妈妈叫啊？哪桩事体啊？哦，只有一声也没动着。儿子了发5日，后里冲动了海，看见我总当是露露的，所以叫我妈妈弄错了。永宝，侬妈妈是？也想讲一声，你妈妈是露露，露露人也细致呀，再地气吧，谁怕刺激你？不晓得哪讲了？你们不晓得哪讲？永伯的仙奴叫聪明的了，一个娘头们，家里肯定是。侬不是真正阿姨，侬是永宝的亲妈妈。侬哪能会晓得？我晓得的。我就是晓得的，侬是我永宝的亲妈妈。这最亲口来打手掌，那一天我是打水飞。
情死得真。他是来到上海的猎家，那喽喽谁是他的好妈妈？不因妈妈欲去世，从此杀得于听得勇敢我伤心，那最给真来安慰，是的弟弟你为于青年岁，那真正阿妹谁是你的亲妈妈？她的为不红枣背心肠，不许醉马在吃风茶，你也真呀会等说她终于一天为他我天。你们娘儿都是还老开，话不问我是呀妈妈，你的妈妈的妈妈配妈妈，我真黑终于记得了妈妈，你千万不要再离开现在个日天吃透的不管辰光，家家讲拨我听的。家家讲，伊个亲妈妈死脱了，露露妈妈也死脱了，家家没妈妈了。但是永宝有妈妈的，永宝有自家的亲妈妈。真正阿姨，现是永宝的亲妈妈。我家家讲的对啊！真正听我们眼里的狗不的。这地这个三姑娘气呼哈，你晓得我是弟弟的亲妈妈，安慰弟弟与亲妈妈的建立定心，搿么你自家呢？谢先命也没了，临死门前为做出自家好一桩大事体，想得个老妹，真正孤立不了许多人，谁怕的孤立嘛？我儿子白在胸口，拥抱妈妈，早前讲得对，我就是侬个亲妈妈，妈妈。永爸是开心的，我娘还个一个针，吹得里头不变。妈妈不要走哦，妈妈陪牢永宝，永宝有妈妈陪，不怕人家欺负永宝嘞。妈妈不会让人家欺负侬了。儿子摆了只自家，心里想热咚咚的。真正想，儿子是我天，儿子才是我的肺叶。就说张妈突然听见后门打后有人拍门呀！哎呀，你想想，有人来拍门，打开老爷转来了，我去开门啊！少开，总在回转来着。哎呀，今朝我死对了妈玩，伊回转来我哪办？我不想看见你，不想打你排队。这个，你后门进来，我前门出去。想得个老门，我儿子上浪向一放，连起来就想追，搿永爸要急个了，一走我来加一步。哎，妈妈不要这样，妈妈不这样。看见儿子两大看女的目光，搿只脚非想离得开。再一想了，我为子儿子，天王两子侪不怕，你总侪不记得侬吃脱了海话。永爸不管，妈妈不要走，妈妈不走，妈妈不走，妈妈不走，妈妈陪永宝，妈妈不走啊！搿么按中午才转来的呢？是的，中午在那个追猫两高头一头转来，门一开么，张猫妖精告诉是老爷，
侬晓得伐？你是要这样来的呀？苏西啊，你是要在哪里想呀？啊！我总在得一眼的里啊！你是要这么很买真吗？啥里今朝自家到我屋里来？哎呦，可是看上去我得每个日家一大段话子。自从老么死脱，我生意是一落千丈。这个人是每天出事业。那么而且呢，现在家里买汽车，啥用不一个字，我还想搭里寻个娘个呀。但是落得一场便当，我一场个样子，啥人肯讲不我？行真正吧，大东大西行，杀人大海也无音信。哎，想不到大破天下无没去么得来谁不费功夫，今家里自家来了。咁对个呀，用不到底是你亲生儿子呀。三个小妹，三个男子风筝飞了外头，哪个儿子搿个心压下来海，你总有一天要转来。我有自家管着自家，蛮好。今朝爱惜的旁头里，我爱当一把足，态度也诚恳，但是养军忙军里向了争气。跟了中山背谁是个追马？个追马呢？因为毕竟单子做个辰光还不长。有种我是天都不晓得的，那么才是个女人实在劝不过来，人缘不好，把人家发来打来得不手，少年去干什么？李子杰的用办，不是给他这个太太养的。那里向社会里去呢，你不晓得噻？一听哦，说个干嘛对的，那弄出来个泥鞋匠，好发人深长啊！大家来龙青上路啊，几十。手跟了东高背后头，一如马真里向的马进来，真正受不上意了。儿子拉来着自家，力气水，那儿子个水杯浪向来打他子。从感觉了，显得中山的人最近来着，心非常的平静。我不想在他里排队，我不想看见这个人。但是这个最他一个男人，一步一步追到着自家眼睛门前。再看见的余光公的面孔浪向有一层黑气，胡子老长，一顶白里飞黄的草帽，身浪向一件灰秃秃的船上衫，了得不可。后头跟个肯定是靠我的追毛。真正的别人还是一个人也不能看见。那个追毛也不是这样的，大胆里向一看嘛，上了上衣老乡，这个谁是个女鞋脚弯？哟，这鼻孔的啥是上的别致给？我讲哎，你看这公告气都不来，虽然他的初次见面，但是做女的一个我还有娘的晓得，我是晓得呀人哇。但我也不是爱到啥个佣人，收个白酒里来，但是旁边的张妈好弄三杯香。张妈，医生来到了吧？拥抱康着的了，这位娘你小姐来拥抱一个金百块了，跟我来得接受了啊！真正听见耳朵旁边像扑塌了一样的声音，我让儿子个水，侬自家拉得近等等。哎呀！你面孔惊慌之色，可想而知，这个女人平常辰光哪哈样子虐待我的儿子的？连得三女也虐待这种女人为啥人啦？我是你个亲妈妈，我让你定心，所以闲话没蛮轻了，立得来得个从。此地有病人，啥人讲闲话对能想，不懂规矩。哎呦，他蛮厉害的，哎呦，看上去不是海结狗子哇！眼睛换着面孔，拉关系。哎呀，个轻轻谁搞嘞？那么我哪不晓得这么你小姐会到堂头来，收风到你小姐吃狗来了，就骂得闹亲爱嘞！真正勾引我对抬起来。对追嘛，上下追身仔细一看嘛，
再看到你面孔上满面孔黄肉，一看就晓得不是汉人，难怪了儿子记里好。这年头，我是不会拨你面子的。死快了，把你看得后蛮伶俐啊！啥个路的呀？出去啊？啥么谁哪个叫我出去的？哦哟，搿去啥我真的不夸张过。到里注意的那番弄错他，我不是啥人啊！我不是现在给他做个立了海个烂药，我见面都是烂药多个20个，啥人敢这样对我讲真？那办上点啥了？ 100-10-10，少姐还要拐两句浪头给你听听看。开始看的，哎，跟我当官的。总得看下来，对追毛毛嘛，你拎不清啊！啊，我挖起里破了，你来多说三话。舅妈，哎，出去。那是我接受，路上水一点没。 没办法，都有承担，预备，这还出去不是？对追毛毛毛，你真的让人过在困。我挖起里破了，今朝要怕你磨皮，要让你对我有好感，那么我来呢，还搞给我留了该到。那个的说明白？一面高起高，你自己过来，当儿子门前搂搂儿子个头。小妈，医生来过哇？药吃过哇？哦，老爷。 医生来过了，你是要再去请得来的呀？药吃过了，想上好点了。哦，心里想得蛮感激的真正。妹妹啊，侬总算来了。哎呀，侬晓得不啦？搿脚底啦，我没看好起了，伤心红叶徐子起来。 毛病嘛，胳膊用饱了，哎，对抬起来，对挂了墙头上搂搂鼻子上看看，侬晓得，那阿家来对辰光，对脚底是顶顶欢喜，比我还要欢喜了。露露啊，我没教过好脚底了，而且介小个年纪就去了，哎，我对不起侬哦。 搿些辰光的珍珍，刚刚看到墙头浪向露露搿张遗像，照片浪向的露露一副无喜不恭的表情，两只眼睛盯了着自家，还是有千言万语。搿不是像个最毛的一心来的，一说他们去干这波热水军，是不是东江？东江毛皮还是要怕害。哎，老爷，我伤心了哦。 给没办法了，哦，人洗也洗掉了，给咋弄弄了？哦，洗也洗掉了，洗掉，一洗不了了哦。那么脚底洗掉嘛，又不是侬老爷弄啥去哦，是吧？哎，自己洗过没福气哎，给端命好哎，啥个？听见搿两句闲话嘛，实在难不来着。你有啥资格说咱的端命不服气啊？咱的哪位是一门男的呀？ 对中山茫茫，你侬两个三女嫁不这样种女人，你娘你都谁知几乎头个委屈啊！这个女人是啥人啊？是做家个老长辈啊！早前就是死了伊个手上，3天高烧发请医生，为13道四，滚出去！我们总是一领得来，从来分口去想。 真正的一见温文尔雅，真正来看啊，眼睛要喷出火来，搿种样子让人看了不寒而栗。搿么呢，今朝随便来讲啥，我作为帮呢，我作为河南个头啊，为点啥么？一娘呢对我留下好印象。舅妈，阿拉东哥辣堂头讲闲话，与侬讲闲话地方啊。 啊！不出去！啊！哦呀，最毛今这个事体，这个做梦也想不到的呀！对你妈妈平常就真的了屋里向是，我个闲话可不是讲错，我在一听其中。哎呀，今朝来这个三女人谁害我滚出去的啊！
哟，这个女人带结过来的哇！我看看对面啥个女婿家了啥谁家了啥，等下人我到现在分农村上了哇！哦哟，难得实在有本事瓜！我我滚出去啊！我海后不吃眼前亏，留下来8人20口，不就是来忙着外头去？真正觉着儿子啦，盯着自家了看，眼光当中原是喜悦，当然是自家的心，两家头有一种胜利的感觉。那个眼光为小人的动作，众人侪看下来，看得出来，儿子离不开娘不舍得个儿子，根本蛮好。永伯对你有感情，但对你亲生爷子讲，今朝搿个浪向我要高低留下去，随便让娘的真正留了给他负责。对，廿三对张妈太太过来，太太里摸出一卷钞票，小妈，我跟侬讲，今朝你小姐来了。从今往后阿拉屋里个事体，全部要听你小姐的啊！真正，侬来么再好没啦？我是男人啦，个小孩我弄不里去了，对不啦？姐妈，钞票到期啊！所有事体侪要听你小姐的。我搿2年要住到你先生屋里有点事体，我让你先生屋里有啥事体打电话拨我啊，晓得伐？说完嘛，转身打出房门。搿水马随了让房门口，后一只下游人，看见那东家吃来子，可是眼睛抓得一把痛来。哎，多少？老爷，搿里头有个女人，到底啥人啊？啥人不晓得？眼睛戳瞎了。啥人啦？不是别人了。啊，永宝得亲娘，闲话说我们忙正好的一跑头。啊，也是个嘞！侬上头面眼睛三个吃激动啊！哦，龙子半年，搿个小女人就是永伯这个亲娘啊！哎呦，搿是我还懂的。哪是单子给他的留下来，说不定就是挨得做家个太太着。哎呀，搿是看上去下来，我日脚有得苦嘞。不知为啥，真正觉着总裁的闲话不像了骗人，不像了说谎。果然留下来几日天，你困到朋友屋里去。日里向有辰光回转来嘛，来看看儿子到底同地转来。当然，不是大钞票，侪是小铜钿。在小铜钿也蛮可难这样。当然，你为着儿子能够赚铜钿啦，也不容易噻。那么真正的哈呢？真正日里向上班，下班以后嘛，总归会到大屋里服侍着儿子。哎呀，一不教导，儿子的毛病呢，也慢慢就好起来噻。但是今朝回转来，回分搭进大屋里，只听见里向儿子拉哭，哭得来得个响。啥事体啊？到里向一看门，张妈、追妈总在站了海，儿子呢踮脚大地，哭个不停，杀不来冲。两个大人水作无措，啥个事体啦？永宝啊，永宝，嘿，搿么才灵光了。小奴刚才为了望天大地哭，一听见娘的声音，马上就会得杀来。看见妈妈来着，眼睛破口来。妈妈，永宝，妈妈，妈妈告诉永宝，佳佳媳妇是死脱了。奇怪着，我分到你讲不里哪会晓得啦？我瞒起你的呀，我是佳佳住医院去着。现在你毛病哈子的，我在搭里讲的，你今朝哪会晓得啦？永宝，啥人讲的？永伯这碎石头，马上旁边的追马身上弹一句，谁的嘞？也是个追马，跟你啥个有高家啊？儿子毛病分哈就啥天呀？搭里讲呢，又去刺激的呀？没哈，我儿子白子起来，走嘛？哎，侬啥天也得能讲？追马今朝心里向有点虚假，晓得唱无所谓。不过回过头来再对真正一看，哎呀，啥的面孔铁白，一本正经。搿大有点不毛这样子。像三头乃是永伯到亲娘，哎，搿么你现在你回分高子呢？你回分周正了哇？得啥个高子家办啥的啥？
还有呢，是我讲呢，咋啦？跟我也没讲错，是洗掉的不啦？哎，给洗掉的没办法的，我不去嘞。你为啥这样讲了？看见儿子也哭出来这样，哪反击了？想我儿子也哭呢，样子我来随着亲娘分开，露露是百倍里的，但是啥子毛病死脱这样，给着各种药，总在喜怒负上，最早的这个家家对你真心的相依为命啊！你耍起我儿子毛病分下去的情况下，你去刺激你了。我是你的亲妈妈，今朝我会帮你做主。总裁，总裁哪分听见啊？因为真正来给他半个月，从来分真眼看过总裁一眼，也分海口的名字，也不搭理讲闲话。现在突然海里么是一个特段眼，听见了海自家是心里来得开心，差一点点海上当要海得了。海我说的。妹妹啊，真真啊，啥事体啊？我问侬，哎，永宝是侬儿子对伐？别说闲话了，拥抱嘛，我对对亲亲的，儿子好的确个了，对吧？既然我儿子，还是侬儿子噶。小真多，要侬儿子平安无事，哎，叫迭个人走。叫你这样，哦哟，看上去容易不得吧？搿么不管。今朝随便你讲点啥，我才跟了你。你说一，我不说两。舅妈，听到吧？永宝娘讲了，不要弄登了到那个了。好了，我自家行里铺盖去理一理啊，等我为人包起来。啊？咋我？做啥？哎呦，我宝啊！爸，哦哟，这妈气是气得嘞，血都喷得出么了的。哎哟，那个你这是你结婚了我呢啊！你还分刚过来了，今朝拿着饭碗都要磕头着，心里想恨是恨得人王子耳朵干了啦。哎呀，可是看上去这个登不下去是吧？哪能往说呢？面孔的背上热喉咙三杯香，做红菜也是一块冬瓜上黎明到深夜的海的，做啥呢啊？我当过哦，我不要搞错。那阿嬷来的情况，当我是小姐妹了哦，我是去了那阿面上来帮帮忙哦。这么个小女人爱我婆哦，侬就爱我婆啊？侬不想来人啊侬啊？哎，我问侬，我是啥人啊？侬讲讲看，侬是我啥人？我是侬阿爷，侬忘记掉了侬啊？啊，爱我婆，侬细个讲讲看。我阿里做事情做得不对了，侬要爱我婆啊啊！噶没良心啊，反里无情爱我婆个傻郎子，我当过我发报了。哎呦，啥不啦啥？搿么像今朝真正海内吧，非要是那阿姨你还爸妈用的，侬跑吧？我发报了，咋我？我再问侬个啥？侬跑吧？好帮商量发报了。不跑，我要骂人，啥不的侬跑吧啊！当我举铺盖公台。今朝最妈这个胆是真的推得加油个么老的，现在这个面孔老像老花花，旁边面巾纸，最拿了一盏嘛，哎呀呀呀，清清爽爽5只这头银哇，我心里想有啊，哎，阿妹，侬看看啊，那5子来的大人啦，去叫外甥大阿姨啦，去烧饭啦，哎。也是看那今朝偷偷的人啊不个讲，我有这一想，在灯笼做戏啊，可不少你看啊，眼里靠靠狗，不可在说洗衣机不上，哼，好哦，跑就跑，烧洗衣机了，我当过，侬就是举我回来，我不回来了，哎，侬穷光的，哎，非法的嘞，烧洗衣机嘞，有不？那家洗掉嘞，我当光，就老早洗掉嘞，手啊哒哒哒哒，这个你娘也可恶啊！
看见儿子哭个不停，么心也酸不着。眼睛拿儿子摆在凳子浪向，自家辣辣耳朵旁边轻轻叫安慰：“永宝，不要哭，不要哭，走嘛走来，不会有人欺负侬了啊！”妈妈，永宝，妈妈告诉永宝，佳佳是不是真的死脱了？永宝，佳佳毛病太重，救不过来了，伊到露露妈妈对面去了，不能回来了。妈妈，永宝，佳佳死脱了，没人陪拥抱了，妈妈不好离开拥抱的哦。我当然不会离开你，但是我不愿意乱了作假，叫我哪回答你呢？众人一看嘛，哦哟，机会来着，颜色对张马可可隐隐的拿出去，奈何搿对娘儿子分不开了海，各种感情，随便那样让你真正经常留了该当，唯心主义搞不我，搿么哪样搞法呢？谁让手把头搞？恐怕不来，众人聪明蛮聪明，你走个弯，介绍对准露露的现象。哎，露露哎，我对不起侬了。我现在想想，侬的命也交关苦了。哎，我对不起侬了，露露哎。面对异乡啊。谁愧后续是我做红谁几时起心上边比你搂搂走大妹也把真正去为来心有意马不应该谁愧后续是我做红谁我与相将你别就家是因为逼得你封口内后吃下几米贵害得真正吃2块谁亏有须是我做红谁一伤痕心红叶宋是谁这里去2鬼门鬼么谁会用须是我做红谁用吧是你心的用
谁亏有须是我做红谁大军着勇把马兵一哈输真正顾得来，一不加大将二百，手为恶得病你可以放心人脱得放苦喂，嘿，露露哎，我晓得个，我对不起侬了，侬是有保护运的，侬嫁给我了，我生意来得个好了，哎，生意兴隆，财源光景，我先搞不珍惜了，哎，对侬莫于是大，对吧？真正搿桩事体嘛，我晓得我做错个。不过妹妹，那家伙对辰光对拥抱了，这是天地良心，用尽心血了。妹妹啊，侬去原谅那家嘞。真正听话，总在这个一番闲话，觉着你个人还是有点人情味，有点良心的。连侬自家所做的事情，全部在神人之下来。露露死了。你觉着对不起李子，哎，不知为啥，今朝的真正对总裁产生着一点点怜悯。本来是差点去睬你，但是今朝不知为啥，对你的恨呐，感情只一点。永白个三路，刚才哭得来这个伤心，哎，但是现在那个娘身浪下努力一夜一夜，来带妹妹姐困上子，真正。看着露露的张照片了，想起子我搭里最后一次碰头，搿辰光的露露睡得来像可怜一样子，导致永伯到学堂里下来寻我，你是来托狗的。姐，我搭你两高头，搿个一次碰头是生离死别，你醉了，多子百般的永伯你醉了。想到搿老么真正的眼里，滴里打个头下来，得大子永伯个面孔浪向。搿总裁里的真是假设是，当然还有一点点真感情。一看我真正让哭着了，现在让哭门我高低立到下去，看上去今朝事体会得成功的。介绍人力之气来，最大真正的单个搿张椅子里坐下来，搿个闲话呢，也是像自言自语，也是像是讲给真正听。哎，妹妹啊，侬晓得的，那一家学堂里回来了，困到床上了，几巴达就吐血了，几一面吐血的我讲哦，今生今世了，唯一对不起了，就是侬妹妹了，侬妹妹的幸福在破坏了，几讲哦，几随便哪能要到南京去排队生死军，要去打的光清爽。哎，要为侬妹妹一个清白了，那么我搭几光哦，对吧？侬南京了，侬南京路也不好去了，既不必要去，既要光搭生死军光清爽嘛，让那两个有心人还好寻过一对了。啥么子？要到南京去寻世军啊？不可能。一来，露露那毛病送得这个样子，动啊不动了，哪可能到南京呢？二来，大至南京一那哈，沈世军去结婚这样来不及，这不用啥这样。但是真正非常想晓得搿桩事体的结果的，我是不进去哦。我讲侬哪能好去？侬现在这么介个身体，侬不来是个几百要去，几高不去了，我看眼不比个，我熬不过去了。买支钞票陪自己到南京，叫支车子到鼓楼到升高了，
沈世军没碰着叫拉娘个，搿么问沈先生啥地方去了？结果阿拉儿子搭媳妇为小人们去看丈娘去了。哎，搿句闲话一讲了，露露当场昏过去了。哎，虚吐血了。我脑前背了背心浪向，我自个晓得个，分量一点点嘛，比脚底还要轻了。那不总算回到上海嘛？哎，结果了，现在算数了，沈世军也结婚了，妹妹的幸福了，许把我断送了，我对不起我死到应该口眼也不闭的。那么记得我讲，侬妹妹是好人，对吧？永宝毕竟是侬亲生儿子呀。记得我讲总裁，侬是男人吧？侬是男人了，侬要好好交代真真哦。哎，我当时哭是哭得来，我也回答不了，只好低头没拉倒。闲话讲完了，许就得知道永宝了，许断气语气了啦。嘿，露露啊，我是对不起侬哦。我万万分晓得，露露为子我，特地赶他南京，要寻世军，要为我太为幸福。露露啊露露，你为我真正心里着。你个家家是个好家家，所以真正对这个张照片嘛，我叫孩子一声，家家，我原谅侬了。妹妹啊，侬去不去还不去？去了那阿家面了，去不去还不去嘛？去了那儿子面了哦，也离不开侬，跟侬莫跑了。阿拉新国家人过么好了呀？好吧，侬帮我一个将功赎罪的机会了呀！哦，好吧啦。分享的，总在当面提出这个要求。露露死了，儿子不把妈妈了，叫我为子永伴。为子露露个儿女，你三个人组成我个家庭，这个要求还是也不算过分。但是我也应当答应你的。一面想，一面拿永伴上浪向一放。让我回去再想一想。哎呀，我回转去想想，好不能回转去想，回转去想嘛，呢自己亲戚不会答应的。哦呀，那么也是一时的呢，举兵啊不来吧？你放心，举兵欣然，耍你们就是个永伴文。搿线侬刚下来娘水里向困得来这个啥人？现在侬的一放在上了，哎，马上就会醒的。等他醒出来，看见自家娘要追么，搿是味道里的了。三姑娘发疯一样抽起来，眼睛拿娘鼻波上抓了。妈妈，不要这样，妈妈都住下呀！妈妈都不要拥抱呀！那哭得这样伤心嘛，眼睛气碎了，连背心拉下拼命跑。好了，妈妈不走，妈妈不走，妈妈哦哟，众人一看嘛，哎呀，儿子啊，你们说听我恩公吧？好叫你现在出来，你看呐，真正不追着。对待起来，要紧对露露个现在喉咙不高，露露啊，侬听见吧？还真正记不追来，侬看眼好比了。真正不了总裁是讲一番闲话，儿子背叫娘留了，老里哪说得罪的？答应留了给他，搞不知总裁。